大家好，毛醫師咧今日要還菇一個公道。我成日覺得咧每一樣嘢都有好同埋有唔好嘅地方，食物亦都一樣。相信大家有聽過菇係濕毒嘅，所以唔好食咁多。因為菇生長喺暗同埋濕嘅地方，而脾虛嘅人亦都會特別嚴重，通常會有一啲嘅症狀，例如係容易疲倦啦、肚屙、大便黏滯不清、水腫，又或者係消化不良，所以坊間會覺得菇係濕毒嘅，令人會食咗有一種好困倦嘅感覺。毛醫師曾經有種過一啲嘅菇類，我會發現其實佢係有好強大嘅生命力，因為只要一晚你就會發覺佢會長得好大好快。呢個其實亦都解釋到我哋成日講嘅靈芝、猴頭菇點解係有一個扶正固本嘅功效，部分研究亦都係有抗癌嘅功效。中醫裏面一直有講過菇類係益氣延年、輕身不老。總括嚟講，佢嘅性味係比較甘平，入我哋嘅肝經、胃經，有益胃和血、化痰理氣嘅功效。至於喺煮法方面，其實乾咗嘅菇類，即係冬菇等等，會相對少一啲嘅濕氣。如果大家係食鮮品，建議大家加入一啲薑去炒。另外，大家亦都可以嘗試將一啲嘅菇類放湯，例如冬菇、猴頭菇、茶樹菇，佢都會可以發揮到佢嗰個藥效，味道亦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另外，俗語又話少吃多滋味，多吃壞肚皮。只要我哋一次過唔好食咁多，食咁快，其實係可以嘅。另外提一提大家，菇類咧都會有高嘅鉀，有腎病嘅客人記得盡量唔好食太多啦。希望呢一集可以幫到大家，拜拜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